你是刘兄。我有要甲你讲，你先甲我放落。你先回去，我还阁有话要甲你公主讲。是。地上运是真重，啊，毋紧转去异地呢。我的上运是真重，啊，不过你的关心比大夫的医药搁较有效，我已经好一半。你是要讲啥？紧讲啊！紧讲完，你同我倒转去找水莲河是无？你，昨天你也知影呢，水莲河是升上级要底的重犯，伊即马混入来镇天府，我会用去点丞相，甲阮阿舅的面头前拢莫讲。啊，搁有，你为着惊伊泄露秘密，害死我性命的手下，这我会用去无计较。也毋过安怎呢？昨天。表示你答应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会从水莲河解放互伊落去。杜姐，你伫水莲河的面头前坦互我，不管你的目的是啥物，我拢真感激你。这，坦白讲，我就听着讲水莲河混入来镇天府。我就已经命我的新北的手下八手下准备要掠。假使因后我的连牌就会当顺利出线，无人敢搁再为难伊。你敢真是要放伊走？你若无放伊走，你
你们哪会肯倒转来我的身躯边呢？公主，水姑娘甲娘嫂已经走啊。走啊！因都为后门走的，大早也有半个时辰啊呢。刘公主，你拄则对水姑娘实在是太无情啊！迄换做任何查某人，拢无遐多通忍受。尤其是水姑娘，佫对你遐尔啊痴情，啊你竟然……问过你，你知影水莲河过来顶天府是做啥物？我都毋知诶。我透早去撞着送火去日常客栈时，有撞着娘嫂。娘嫂讲住伫咧客栈，惊去互人发现，所以我毋才邀请因来每家花白安心。想要到迄天，因就知影你为遮来。对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娘嫂有讲要找一个姓李的人呢。小姐，对于你啊，就是蓝天河啦，外面风足透的呢，唔倒去寒着。打迄个水汉哦，也唔知影倒一个啦，踮咧船顶咧吟诗。我唔惊去寒着，一心定计怎不见？是笑是哭，梦中烟。小姐，下药公主要做迄铁汉英的代志，你也唔是唔知影啥物原因啊啦？你是安怎突然间哪会阁想袂开？知影伊安尼做是不得已，啊，不过我目睭渐渐看会对遐尔啊关心，我。
型吼，船底迄个人，嘿，我感觉亲像毋知是对北看的呢。啊，毋过伊离得遐尼远，咱看也袂清楚啊。啊，无你看伊是像啥物人？我看这个后壁的型吼，嘿，真亲像要去杀阮老大的迄个人呢。啊，毋过吼，人刘松天是一个好人呢。我想才想袂晓，是安怎哪有遐尼啊侪人拢要找伊报仇？哈，江秋啊，你即马有哪知影讲阮老大是好人啊？像伊是去了大的新爸，而且伊阁有兵权伫咧手的。我来遐这一摆，将伊禁伫迄个冰山岩，要置伊死地。若要换做别人吼，一定会对阮错的放阮干休的。啊，我人伊吼，可是甲人无共款，拢无找阮的麻烦呢。连阮家兄怎啊对伊印象嘛拢改变了。真实的啊，嘿嘿，安尼真赞！你若兄对阮老大的吼，若有改变这个印象，啊，伊就绝对袂反对咱两个婚姻啊嘛。是啦，阮阿兄伊会去恁结拜大哥刘崇天，一来是为着水莲河，也毋过即马伊才袂为伊食醋咧。啊，这是搁为着安怎？因为伊即马已经爱着温玉芳。哈。王姑娘，你应该爱食药啊！陈公主，这怎敢当呢？这是什么话呢？你为着我受伤，我应该爱照顾你啊！王姑娘，王姑娘。楚公主，你敢
敢是真经，一定会亲情。是。我的未婚妻是紫云山庄引风定国，也毋过，伊早就已经爱着柳霜天，为着避免甲我成婚，所以伊假装讲别人谋杀，死点咧回救来。我的未婚妻就是行李山的女祭主水莲河。莲河，原来我逃婚了后，阿娘竟然叫莲河替我出嫁。楚公主伊唔知内情，一直将莲河当作是我。莲河，难怪表示唔好，害你受这样大的委屈。我看你敢若亲像有真侪心事吼。咱的婚期也伫要到，你有啥物代志袂用对我讲的是？你大概敢袂是为着迄个水莲河吼？第五年九夫9年，对吧？舅父，啥物代志？属下顺起的时阵，在南田河边看到一个姓黄叫个查某，去学服啊甲单薄，原来就是行李山女祭主水莲。